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。今日做運動咧好特別啦吓，嗱偏前少少坐先，一齊啦，哈哈 ，OK 吓。好，大家有冇打過機啊？或者睇手機係咪吓？睇手機都有嗰啲遊戲可以玩係咪 ？OK 吓。如果你玩過嘅話咧，有個手掣，個手掣咧兩邊可以控制手指係咪？我哋揸住先，模擬個手掣喺度吓。好，身體一放鬆，我哋要喐腳咯。呢邊手指喐嘅時候咧，呢隻腳就被控制啦。呢隻手指喐，呢隻腳受控制，記得吓。好。呢隻腳要提起，小腿向前踢，我哋撳掣隻小腿啊，攞上嚟係咪？好啦，跟住呢隻手喐嘅時候咧，佢就轉過去咯，跟住翻嚟，另一邊翻嚟 ，OK， 再另一邊，跟住翻去中間 ，OK 啊，跟住再撳咧，佢就提上嚟啦，提上嚟，提上嚟 ，OK。跟住再撳，放翻佢落去，再放翻低，放翻佢落去 ，OK 吓，哇，好攰啊！好，呢邊手撳掣先，升高咗，跟住去呢邊，係咪？跟住佢翻嚟，撳翻嚟，去呢邊啦 ，OK 去啦 ，OK 翻去中間 ，OK 吓，再過呢邊，再過呢邊。跟住翻嚟 ，OK 吓，跟住撳對佢上嚟啦，撳，咁啊再撳翻佢落去，撳翻佢落去，好放翻低，撳，要撳掣㗎，撳 ，OK 好得，哇係，你有冇聽過手眼協調啊？手眼協調喎，係咪吓？唔止手同眼啦，而家係咪吓？你睇住熒光幕，跟住喺手機啦，咁啊打係咪？隻腳都要喐埋啊，手腳眼協調，我哋哇好犀利。好，兩腳得唔得啊？一齊嚟啊，好唔好？雙手撳，雙腳提起，跟住向外邊兩邊打開，跟住翻嚟中間，跟住放翻低啦，撳，放翻低。OK， 好得吓，好，我哋係唔用手去做腳部分運動，但係咧隻手咧冇扶住嘢啦，係咪吓？嗰個難度提高咗啦。OK 吓，好，好啦，輕鬆一下啦 ，OK 吓。今日條片咧暫時去呢度先吓，短短地吓，聽朝咧我哋會繼續出片嘅，聽朝繼續準時10點鐘見面做運動。